哎，先生，哎，这是揽月湾吗？是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样子已经改变了，他应该认不出我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是揽月湾吧？对啊，哎，你见过这姑娘吗？这不是锦溪吗？对。那请问您是？啊，哎，这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爸呀。啊，原来是伯父啊！啊，你找他呀？对，你能告诉我她住几楼啊？你说这个贺锦溪她现在不住这儿了？对啊，伯父，你不会不知道锦溪她已经结婚了吧？啊，她结婚了，她跟谁结的？她对方有没有钱的呢？不是，我是说她过得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干什么的呀？伯父，您放心吧，锦溪她过得特别好，她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神龙集团的太子爷，顾西城。啊！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干什么？放我！这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别动我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居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贺锦溪是我女儿。你们敢碰我？你们敢碰我，让你们总裁踹都踹了。传闻中，贺锦溪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他这……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左夫人好。哎，站住！你谁你啊？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溪，啊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溪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溪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，可是我认识的贺锦溪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两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，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儿啊。那个，既然锦溪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呢？好啊，你说吧。锦溪呢，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太辣，太呛。要钱是吗？不是，要钱多俗气。我就是说资金上这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溪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溪，可怎么办？
别夹了！哎呦，不许上这别让他夹了！疼死我！别夹了！胡先生，我不玩了，太疼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胡先生，你个傻瓜，快赶紧把我给放了！你快！岳父大人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要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我顾西城从小到大，对钱是最没概念。我最喜欢乐于助人，但是，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，而且拿我的女人欺骗我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撒谎，你把我放了吧，兄弟，把我放了，把我放了。胡先生，快让他们放了我。在家。别讲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哦，哎呦，兄弟，不玩了！顾先生，那个王八蛋，不玩了！哎呀，哎呦！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。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